大家好，今次沙田日馬雙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係第2場4班1,200米嘅手錶之星，第3場5班1,400米嘅全神貫注，同埋第8場3班1,200米嘅星月飛雲。而2匹落飛馬精選就係落喺第1場5班1,400米嘅劍無情，第7場4班1,600米嘅風火行雲身上。我哋而家一齊睇片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呢就多彩多姿透出咗噶啦，埋邊競馬一心就唔多啦，中間哈羅威上緊嚟，入邊手錶之星啊，外邊仲有隻熾烈神驅啊，最後100零米多彩多姿唔多啦，手錶之星上嚟追佢，出邊哈羅威最出位置仲有隻熾烈神驅，接近終點第1名呢，埋邊位置手錶之星。最後200米到啦，埋邊呢咁啊見到佔線仲係呢隻陽明閃耀嘅，數中間位置日仲越讚啊，中檔有手錶之星，長龍區呢亦都喺中間藍衫嗰匹啊，入邊衝上雲霄綠衫冇乜位啊，最出8000財星馬鳳凰上緊嚟，最後100米到手錶之星仲係佔先啊，都好有機會打贏啊，衝上嚟啦，外邊有馬鳳凰係1啊，係4啊，熱晒㗎啦4，好你一開閘手錶之星慢咗，沙張奇星都褪咗喺後邊啊。好好瞓啊！呢句金玉良言，大家記住啦。咁啊，呢啲冷門大家及住啊，因為一出閘咧就嘉應晉升同嗰隻威尼非凡啱啱，威尼非凡好快啊！今日好啦，最後200啦，手錶之星埋邊係佔先嘅，冷蛙就追下佢啦。兩隻馬都少少拋甩咗後邊個馬群噶啦。手錶之星贏出呢個大閘啊，冷蛙第2，疾風才子第3，第4係近啲嘅。有橙衫嘅愛好啦，中間追咗上嚟噶嘛，係電腦100啊。咁啊，鬥到嚟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呢見到呢隻幸運福星放順咗啊，仲有1個馬位到嘅優勢啊，飛躍海船埋邊上咗嚟喎，咁啊再見到外邊追咗少少，快樂奇兵中間呢，咁啊亦都見到呢隻嘉應威風啊，埋邊就全神貫注，最後100零米飛躍海船已經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呢就幸運福星，咁啊第3名有全神貫注。最後直路啦，手進仲有少少優勢，但係呢個時候多彩多姿幾個字母立咗上嚟追佢啊！後多層嘅馬有美神來啦，最出嗰邊係勁進天下，響埋邊追咗少少嘅馬呢，仲有添喜運啦，中間金鑽精靈啊！最後100零米外邊勁進天下冚咗上嚟啊！咁啊再喺埋邊有多彩多姿啦，中間金鑽精靈同埋美神來嗰啲馬接近終點啦，勁進天下贏出呢場賽事啊！金鑽精靈第2，第3名係全神貫注。外邊追嘅馬呢，仲有星月飛雲啊！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手到齊來，仲係佔先少少嘅，魅力寶區開始推進上嚟過佢啦。後邊有營造組裝啦，出邊追嘅馬仲有星月飛雲啦，馬林中間就何好運嗰啲馬。最後100零米，魅力寶區拋離咗一個身位啊！何好運外邊上緊嚟，出邊仲有星月飛雲，馬林中間小鳥天堂上埋嚟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外邊冚上嚟，星月飛雲中間啊，俾人封完，再一個馬林左穿右插。6號紫色衫嗰隻小鳥天堂都上緊，依家有優勢魅力寶區，外邊星月飛雲，中間小鳥天堂好接近。星萬金依然係佔先啊！藍地球幾個節目沿住個中檔追啊，中間橙眼就仲有手到齊來，外邊呢就係呢隻好好戀愛啊！接近終點藍地球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，外邊追上嚟係呢隻好好戀愛啊，中間第3手到齊來，至於第4名嘅馬係巴閉王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藍地球咁啊，沿住個中檔追上嚟贏出呢場賽事。最後直路啦，手進仲有少少優勢，但係呢個時候多彩多姿幾個字母立咗上嚟追佢啊！後多層嘅馬有美神來啦，最出嗰邊係勁進天下，響埋邊追咗少少嘅馬呢，仲有添喜運啦，中間金鑽精靈啊！最後100零米外邊勁進天下冚咗上嚟啊！咁啊再喺埋邊有多彩多姿啦，中間金鑽精靈同埋美神來嗰啲馬接近終點啦，勁進天下贏出呢場賽事啊！金鑽精靈第2，第3名係全神貫注。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有多彩多姿同埋美神來呢就比較接近啲。結果今場賽事沿住個中外檔追上嚟就係勁進天下，咁啊結果就贏出呢場賽事啊！金鑽精靈第2。
隻同有運啦。依家攞出去外邊呢，仲有紅帽橙就飛躍成就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厘米啦。咁啊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仲係呢隻非凡時刻嚟㗎。中間喬峰又開始上咗嚟㗎啦。外邊呢，咁啊一鼓作氣冚上嚟，仲有隻首飾悟空啦。出邊追係發財金過，馬林中間仲有隻風火行運啊。最後100厘米啦，首飾悟空呢，就已經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，贏出呢場賽事啊。喬峰呢，有冇機會第2啊？外邊追上嚟，發財金過第3、第4名係風火行運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首飾悟空咁啊入彎就攞出去中外檔，結果就拋甩對手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嘅馬埋邊位置係喬峰啊，第3名外邊追有發財金過，第4名風火行運。